韩叔，韩叔，禽兽啊！你快放开我们家少君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去把窗子开大一点，给他通气。去把窗户开大点，给他通气。快点儿！韩叔，药呢？速效救心丸或者是人参含片，吊他命的药呢？药，我来。这么大一颗，他都晕过去了，想噎死他吗？快！这味儿。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死！还说啊，幸好韩某死了，不正合三公主心意，你何必虚情假意？这竹筒，是啊，竹筒。之前有人造了一个火鸡竹筒，想要构陷韩某与玄虎密探私通。三公主可还记得？完了，你知道了，那我死定了。我怎么说出来了？对此你作何解释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要骗我？你别慌，你先让我想想。错了。哎，来，三公主，就算咱们做错了，那也不能跪呀。花一城女儿膝下有黄金，只能跪天跪地跪城主，哪有跪丈夫这一说呀？您快起来。腿软了，起不来。那软了。真错了。韩某不明白，三公主何错之有？私会玄武城密探一事，是我编的，是我告诉二姐让她去堵你的。但是我真的没往那艘船上放什么陈方土，因为我不能真的害你啊。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我也没打算瞒着你们，要不然这么明显的证据，我早就销毁了，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我们要是有意瞒你，会做500个竹筒吗？对呀，还堂而皇之的放在后院，我傻呀！500个放后院，原来是这么发现的。这个鸡娘凑一对得了你！